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啊，中間呢有黃奇榮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啊，中間呢有銀亮豪俠啦，外邊黃衫啊千杯啦，中間黃紅衫嗰隻走咗上嚟有天火同德啊，內欄啊咁啊紫色衫呢，仲有呢隻獵寶勤啦，中間俾翻上去仲有隻辣德金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呢咁啊大約第7、8位啦，有呢隻星之源啊，後呢個馬匹太行美景啊，尾4淺藍衫謙謙君子啊，後邊嘅3匹馬鼓浪高升東方未影響內欄尾2啊，暫時殿後嘅威德勇士嚟㗎，好啦咁啊轉緊彎啊，銀亮豪俠就走中檔放，內欄位置就獵寶勤㗎啦，要攞出去外邊有辣德金啦，第4位內欄有星之源啊，咁啊攞出去外邊天火同德啦，等入邊紅眼罩淺藍衫做嘅謙謙君子啊，最出嗰邊做嘅天火同德日仲越讚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銀亮豪俠已經係放順咗，將後邊嘅對手最少拋離咗2個馬位㗎啦，外邊追有謙謙君子，一邊上有太行美景，接近咗啲銀亮豪俠贏到收晒姜啊，第二支埋邊太行美景添啊，第3出邊。謙謙君子，至於第4名嘅馬係獵寶勤啊！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銀亮豪俠擺咗喺前面走都放到順晒啦，即係第1、第2場都係放頭馬贏咯。跑第2名埋邊追上嚟嘅馬係太行美景，第3截咗段又唔多咯。謙謙君子就外邊，第4名嘅馬埋邊係獵寶勤。好啦，咁繼續都係一放到底啊！銀亮豪俠第2名就驚喜喎，呢隻格咁耐冇跑，太行美景。第3呢就係謙謙君子，第4先係獵寶勤啊。